主后2022年10月23日，三日教会主日礼拜，咱做伙来听读圣经士师记第6章14节到24节。上主对基甸讲：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。我现在就差派你去。基甸应伊讲：主啊，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？阮的宗祖是玛拿西支族上卑微的，我是阮兜上细。上主对伊讲：我要甲你同在，你要打败米甸人，亲像得打一个人。基甸讲：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求你互我一个证据，互我知甲我讲话的就是上主你。请你毋通离开这，听候我倒来，带礼物献互你。上主讲：我会听候你倒来。基甸就去准备一只山羊仔，用10公斤面粉做无甲饼，肉下伫篮仔，用鞋仔底汤带到上树骹献互上主。上帝使者对伊讲：肉甲无甲饼下伫即个石盘顶，汤倒出来，伊照安尼做。上主的使者伸出手呢，举下拐仔，用拐仔尾吐肉甲无甲饼，就有火对石盘倒起来，将肉甲无甲饼拢烧去。上主的使者就对基甸的目睭前消失。基甸知伊是上主的使者，就讲：惨啊！至悬的上主啊！我当面看到上主的使者。上主对伊讲：安心，毋免惊，你袂死。基甸就伫遐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号名叫做上主沙龙。这个坛到今仔日还伫阿比以谢族的俄弗拉以上。士师基甸第一篇受调做士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一个人出世伫一个家族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自然会成做即个家庭、家族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的一份子，彼此互相相影响，无法度置身度外。一个人出世伫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也受以前的时代指引，也是恶报，形成一个新时代的样貌。若是即个时代所留落来的好，还是歹，也会成做以后时代的资产，也是负债。逐个人徛伫现在，咱上面袂当完全无了解过去的历史，无论是家庭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的历史。另外一方面，咱也是咧创造新的历史，互将来的世代学习，也是军队。用较白话讲，就是任何一个人无可能单独存在、单独生活，伊必须要了解家己为虾米得活，也找求家己活地的价值甲意义。用基督教的信仰的话讲，就是家己活地也着为着上帝甲别人来活，安尼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活力的人。伫即礼拜甲煞接2-3礼拜，咱要查考士师基甸，因为基甸故事较长，所以会拆做4礼拜来讲。我即上咱会当对第6章到第9章先甲看熟，
安尼当咱咧听讲道，才会有一个连贯性甲全盘的了解。这摆大圣要查考的经文范围是士师记第6章。咱通对基甸的故事，看见士师的时代人对祖先、人对上帝基本的看法，也看见以色列人彻底迦南化，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族互动哪来哪冷淡，产生奇形怪状的情形。这个也值得咱伫社会变迁发展的中间做观察，了解趋向。士师记第6章大圣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第1节到第6节，这讲到着米甸人成做以色列人新的威胁。米甸人是游牧民族，因成做以色列人上头疼的对象，并毋是因为因占领因个奴役因确实是咱咧讲的山贼，因甲阿玛力人以及约旦河东边的游牧民族假群结党，逐摆省以色列人修成农作物的季节，就来欺负因，抢因的五谷、甲牛羊、驴等才会种生。若是还无熟的五谷园，就甲因毁坏掉。因就好亲像是草蜢仔飞过境，互因凄惨落魄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因就求救上主。第2段是伫第7节到21节，这咧讲上主呼召基甸做士师。第7节到第10节是上帝找一个无记名的先知去甲以色列人控诉因背离上帝、拜偶像。毋听上帝话，才会遭受外族扰乱即个后果。了，上帝找使者去见基甸，爱伊出面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。伫遮上主的使者，其实是上主本身用使者的身份模样对基甸显现。基甸也发现，甲伊讲话是上主本身。所以就对伊求一个证据，同时也献祭予上帝。既然所准备的山羊仔肉甲木甲饼，上帝用火甲伊烧化掉，用安尼做证据，互既然相信，这真正是上帝的旨意。因为安尼，既然就伫比以色家族所大的5弗拉为上帝起一座祭坛，号名上主沙龙，意思是上主赐平安。第3段是22节到32节，这咧讲基甸除掉老爸家族的偶像。上迄暝，基甸照上主所吩咐的，甲因老爸约阿斯为着巴力起的祭坛拆毁掉，搁撤掉坛边的阿舍拉雕像。巴力是迦南人的主神，是男性的神，采石条做像。巴力掌管生育甲大自然。阿舍拉也称作阿斯塔略，是女神，伊是巴力的某，也有其他的称呼。阿斯塔略阿舍拉是用柴刻的雕像，通常拜这的迦南神明，伫祭典的中间有阴性的代志，有时阵也有胎婴也是儿童献做活祭，所以是真败德搁残忍的宗教。
既然清除五常以后，也起一座神坛，献烧化祭予上帝。伫过两天，城内的人聚集，找出原凶是基甸，因要甲伊杀死。若是约阿斯趁互家己的囝基甸讲，老人要为着巴力辩护，就互伊死。佮巴力若是神，互巴力家己出来主持公道。也因为安尼，基甸也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耶路巴力。第四段是39到40节，基甸组织人民准备对抗米甸人。基甸伊调集玛西、亚瑟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这4支族，要甲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甲东边的人因的联军作战。伫战事的进前，基甸搁一遍向上帝求神力，即摆是阳门有露水，涂骹是干的；另外一摆是涂骹是淡的，阳门是干的。也用安尼来处信甲激励以色列人，伫即场的战争，因有上帝的同在。士师记第6章对咱咧教是啥物？头一点咧讲着讲，信守真道，勇者不欺。基甸的时代是一个突然比草蜢仔较凶恶的时代。草蜢仔过境是食甲春草不留，粮草无剩。米甸人遮的外族来，是做强盗、土匪、山贼，抢粮食、抢精生，佮毁坏农作物，互因食袂饱也袂死，活伫困苦、惊吓，做了工，佮自生自灭的绝境。地靠以色列人为着要生存，有诶只好走去山区、乌山洞去要塞，匿伫遐逃避米甸人的抢劫。其中基甸也属伫迄个毋甘愿屈服、无爱向命运甲恶势力低头的人。基甸伊化整为零，偷偷伫酒窟仔拍马，因为若伫拍马场伤过头明显，招摇会互米甸人看到。酒窟仔范围较矮细，偷偷拍，也较偏僻、较安全。因此，上帝的使者对伊显现，称呼基甸是强猛的勇士。另外，咱也看到基甸为着上主，也毋惊得失因老爸甲亲人厝边，伊勇敢甲因老爸为着巴力甲阿舍拉，甲南宗教所起的祭坛甲拆掉，甲五常错做茶烧掉。既然伊的胆识超凡，这也证明基甸确实是一个强猛的勇士。伫所当为，也勇敢实践伊所知所信。既然甲咱共款，拢是凡夫俗子，是血肉之躯。伊有伊的担忧、惊吓甲看虑，毋过伊也有伊的理想、愿望甲抱负。伊毋愿家己甲同胞永远互米甸人打死死、条条。伊也等候时机，找求脱身出头天的机会。伊无失志，无失胆，也保持勇敢奋志的决心甲行动。咱伫咱的时代，咱也有咱的困难甲苦楚，咱也着学习，既然成做一个勇者不欺，做有上帝同在、强猛的勇士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上主善良、
是享受平安以马内利甲咱同在的上帝。第二，智勇相传，谨慎稳重。既然伊的个性内敛，袂爱出风头，毋过当需要伊做带头的时，伊也袂提示勇敢承担职责。伊做代志虽然谨慎小心，毋过也袂高骄疑、猫仔摸。咱看伊拄着上帝使者要派伊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的时，伊向上帝献礼物，也上时阵求一个证据，看见上帝降火烧尽伊所献的山羊仔肉甲无甲饼，对这得到印证，伊确实是上帝所选召的人，伊就勇敢放胆，也顺服上帝调命去做。当既然已经调集马拉西亚瑟、西布伦、拿有他利这四个支族的兵勇，准备要甲米甸人联军车拼的时，伊为着要安定军心，向上帝求神力。一摆是透早时，羊门有露水，涂骹是干的；过顿工，涂骹是淡的，羊门是干的。用安尼，互以色列的军队相信，因有上主的同在，要赢过对敌的信心甲决心。咱伫后礼拜要讲的经文的故事的发展，也类似的所在，伫遮就先难过。既然的个性毋但谨慎，也稳重，伊做代志袂紧迫迫，袂行去食紧弄破碗，所以伊听候暗时见清夜深的时，才动手拆毁巴力的祭坛，撤掉亚舍拉的偶像，免得引人注目，多争事端。反正目的共款的达成，结果未变，伊愿意忍耐，等待上好时机，才精准出手。所以，伊有勇有谋，智勇双全，也谨慎稳重。为人有智慧，总是欠缺勇敢，就错失良机；也有人有勇无谋，做代志率性冲动，就袂成气候。智勇双全的人会忍辱负重，做代志袂冲动。时机一到，就会当达成目标，完成使命。第三，正本清源，重建信仰。士师时代最大的问题，就亲像基甸心内底喊话甲疑问。伫第二章13节，基甸讲：上主若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遮尔凄惨？阮的祖先所甲阮讲，上主带阮出来及遐个奇事伫倒位？呾上帝已经放杀阮。这也是士师时代的人的心声甲写照。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因进入迦南，住伫遐，因也渐渐对游牧生活变成做是农牧业的社会。也因为因甲迦南民族混居通婚生活，所以也学因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祭仪。因无坚定信靠上帝，有诶也拜上帝，也拜迦南神，甚至也甲上帝看做是迦南神，甲迦南神当作是上帝，胡白乱拜。咱看基甸的老爸就是一个例。约阿斯伊是马拉西族阿比以谢宗族的人，是俄弗拉这个社区的头人。总是伊竟然开公庙做炉主，
去服侍迦南宗教巴力的祭坛，甲安奉阿舍拉女神。地方的领袖带头拜偶像，这是规组害了了。这也是摩西律法严严禁止，是犯死罪。这个是以色列民族甲社会伫士师时代最大的问题，败坏烂紧烂了了。毋过上帝也找无记名的先知去伫因遐指出因的错误甲罪恶，也酷劝因毋通拜迦南的神明，第章7节到10节。既然伊明白只有拆除偶像，举行圣化礼拜，重新献祭，佮专一服侍上帝，才会当正本清源，改变家族甲民族的命运。既然冒着引起公愤，甚至有顺道性命的危险，伊悍然勇敢对偶像拜上帝。当即把圣洁的火，毋若点倒唤醒比以下种族的人军队伊，其他支族也陆陆续续愿意组织军队伊勇敢奋战，驱着外敌保卫家园。伫历史上，咱嘛看到任何的改革也是革命的运动，往往也是对少数人大声觉醒，毋惊打压，毋惊关，毋惊死，抱着顺道无成功便成仁的决心。亲像一拍微细阁未花的火，继续点倒黑暗中希望的光明，落尾就会天光天光天清。愿咱也学习，既然做一个有勇有谋的基督精兵勇将，咱也诚做即个黑暗世代的照光者、带路人。上帝也兴起志同道合的友志，诚做咱信仰的同伴，开创另外一个光明的未来甲世代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阮伫咧开始读士师记诶关系基甸的故事，阮也知影伫一个黑暗的世代，上帝你也无放杀因，你也无放杀阮。你兴起基甸，诚做勇猛的勇士，你也要互阮诚做即世代勇猛的勇士。来为主你做大个奇妙的事，来改变即个世代的命运。求你也看顾帮赞，互阮也有即个信心甲确据。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恳求，感谢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们。